后来哦，今仔日是七夕的情人节，乡亲啊，听啊翁仔某相带到嘉义的故宫南院去行行咧。从下晡的3点开始，一直到11号，推出着快闪七夕的活动。下记哩，就要查身份证，只要会当证明两个人是翁仔某，那咧看水舞表演，到内底参观，或者是伫外口的导览，全部拢免钱。 水条配合镭射灯光，伫暗时看起来真水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为高空来看，精彩程度袂输大型烟火，将家己故宫南院照甲五彩缤纷。七夕情人节会使去家己约会，故宫南院即马推出七夕情人节的活动，唔免开钱，水舞表演、馆内参观、户外导览，只要有身份证证明是阿某，拢免钱。 那一种气氛，比其他的那种商业行为还要能够陶冶心理。正当的休闲，要加上那个情人节，早就我们历史也过去的风俗习惯嘛，所以很好。 这种标金游戏转心盘，会使清楚看到金黄色的鱼仔伫内面伫游。转动盘内会使看到无同款的画面。故宫南院即马要有刀飞典会使欣赏，情人节会使带另外一半来一场艺文甜蜜的游览。乡亲啊，买当到南投德山去约会哦。伫个2年前，互大水冲下去的乱人吊桥修理好啊，嘛伫今仔日开放。 啊，这个中华八卦山的天空步道打造做鹊桥，暗时会来点灯，真浪漫。也毋过，这个桥顶人若伤多，这个桥会害，所以有派专人咧管制，来确保着游客安全。1公里长的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，一到暗时咧闪闪发光，都亲像空中的银河，吸引真侪游客来。但是民众反映，桥顶人多，行起来拢会害。人太多。 就会摇来摇去，很可怕。办活动那么多人一起涌上来。天空步道上悬的区段有15公尺悬，人一坐桥就一直海，真可怕。暑假人多，担心天空步道无法度承载遐尼侪游客，安全上会有疑虑，官府马上派人检查。 因为这个是钢构的哈，有点柔性的构造哈，会有一点轻微摇晃是正常的。300多人，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比较舒适，我们把这边限定为100人。 官府讲天空步道结构是轻型的降低，所以咧以为伊的空间会较大，初步看是无危险，但是会加强桥顶的人数管制。另外，这座吊桥南投德山的乱人吊桥，2017年时被冲下去，即摆已经整修完成。伫七夕情人节这天开放启用。 这座乱人吊桥全长是46公尺，大约是1公尺宽。因为外景呆呆，热带是无远，四周围的水花绿树，拢是真清幽真水，是德山镇内唯一一座吊桥。重新开放了后，搁加一个旅游景点。